個船出發就去非洲東岸嘅象俄海岸，就去買嘅黑奴，跟住就去到即係呢一個美國。美國生產完嗰啲棉花嗰啲原材料都揾翻去英國伯明翰或者你切斯坦去做工業重彈，跟住重彈又買翻去非洲啊嘛，都係咁樣嘅cycle。咁當然我哋明白就係、即係人權呢樣嘢咧，就係一個社會政治經濟底下嘅產物，就唔係話有人類之後就有嘅，係咪啊？咁黑奴嘅制度點樣最後取消咗咧？就兩個主要嘅力量，一個就係即係黑奴佢自己喺美國嘅鬥爭，佢自己爭取。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帝國核心喺英國，有啲知識分子，有啲貴族，佢係自我去到某個階段之後良心發現，佢覺得呢一個咁嘅制度係唔文明嘅、唔人性嘅，喺英國開始衝擊呢個制度。咁引起喺英國裏邊某啲人嘅支持，咁開始嗰時呢個過程係痛苦嘅過程。佢出嚟選議員都我相信一定選唔到嘅，係咪？當時即係喺英國反對黑奴制度嘅人權領袖，但係佢堅持，佢今日成為咗即係大家都仲會記，好多時仲會記得英國每一年都會紀念一次嘅英雄人物啊。OK。咁當代嘅移民工同我講嘅就係、其實唔係最差係咪？即係起碼我哋有地方俾佢住啊，俾佢食啊，咁唔係好似黑奴咁慘啊嘛。咁但係當然都唔係最好㗎啦啊，因為今時今日我哋嘅資本主義入咗一個新嘅階段，我哋好多時叫全球資本主義嘅年代。全球資本主義嘅年代同好多地方大約70年代到中開始，佢同之前嘅一個相對比較人性化啲嘅相對嘅民主制度嘅資本主義係有基本上嘅唔同嘅，係咪？之前嘅資本主義制度，我哋好多時叫社會民主嘅制度啊，叫人性化資本主義制度，叫民主嘅資本主義制度，係咪冇默入移民工？唔係嘅。係咪？你每個國家喺英國即係話咧，佢最早期嗰啲移民工咧就係愛爾蘭嚟嘅，係蘇格蘭嚟嘅。後期咧二戰之後咧，因為二戰期間死咗好多人啊嘛，死咗好多臨時啊嘛，係咪？佢唔夠去邊度咧，就去南亞，因為好多南亞國家都係以前嘅殖民地。法國差唔多，係法國主要移民工咧就係非洲嚟嘅，美國咁亞洲多些少啦。德國咧就係佢係既冇非洲個殖民地，有乜南亞殖民地，就近就去呢一個土耳其。嗱，啱嘅，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嘅制度，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嘅軌跡。但係喺呢個年代嘅移民工，其實有一個共同嘅特徵，除咗我講一個例外之外，基本上佢哋可以全家移民過去嘅。基本上佢係可以有當地嘅居留權，即係做一年嘅時間之後。我喺英國咧，好多香港人，特別係香港嘅原居民，就喺70年代就咁成家人移咗去英國去打餐廳工、打維米工，咁當然咁嘅咯，即係一段時間之後攞到當地嘅居留權啦。一個幾國家話係邊個國家咧？就係即係納粹主義嘅發源地啦，當然就德國。德國移民大量嘅呢一個土耳其嘅移民工，但係佢哋嘅 guest worker 客籍工人係冇公民權唔可以入，即係唔可以入呢一個德國籍。但係雖然唔可以有德國籍嘅喎，全部有 social right， 全部可以申請福利嘅，即係福利權係完全一樣嘅，有退休金，有房屋嘅權利嘅。咁但係喺呢幾年咧所以咧就係喺德國都好，都依然有好多嘅工會啦，或者一啲 NGO 係爭取呢啲移民工嘅權益。咁但係依家移民工個第二代開始已經係擁有呢一個嘅居留權同埋呢一個即係公民權，即係變揀嗰啲嘅制度。咁翻我哋呢個年代咧雖然佢未係好殘忍，但係都依然唔係好人性化嗰啲移民工嘅制度。即係香港當然唔係特殊啦，香港同台灣比應該好啲㗎啦，都唔係呢個我哋話肯定嘅。咁但係呢個時代移民工香港最重要嘅例子就係一個例子，全球城市嘅例子，因為我哋發展金融業、發展服務性嘅行業，所以咧其實我哋需要大量嘅女性加入到市場。如果唔係即係話咧，就
要呢一個發現呢一個勞動力不足嘅問題，或者好多時我哋生活成本咁高，樓價會咁貴，如果唔係兩公婆一齊出去打工之後咧，基本係維持唔到呢個家庭嘅開支嘅。所以呢一個需要移民工呢樣嘢，基本係經濟嘅需要，或者係我哋即係我個講法係資本累積嘅需要。咁咧，我哋搭半個鐘頭車去到深圳，咁啊全球工廠又係一樣嘅，純粹係因為當地發展嘅需要大氣量嘅移民工。咁樣中國當然係一個農民工啦。咁啊農民工現從中國先有，但係呢一種喺農村移民大量嘅，即係以女性為主嘅工人，呢個現象都唔係中國先有，印度啊、巴西啊，度度都有。陳博士，我哋應該可以再討論多少少唔同地方工人嗰個嘅情況啦。咁我先介紹我哋今日第4位嘉賓就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工黨嘅常委李卓人議員。咁啊，李議員，你都係作為勞工界嘅代表，你點睇外傭居港風波呢件事件呢？首先咧，我覺得就係成件事咧，我覺得有啲嘅工會咧，即係都唔係職工盟係去踩住外傭，煽動排外情緒。去爭取所謂本地工人嘅支持咧，我哋職工盟係不屑咁嘅行為。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工會，無論佢係移民工，佢係本地工人，其實工人辛苦去打工，你需唔需要同佢踩多幾腳啊？需唔需要將一啲工人本身嘅不安全感煽動起上嚟，然後針對一啲辛苦亦都係慘被剝削嘅外地傭工咧，即係我自己最近睇到一篇文咧，我覺得係好心酸嘅。就係嗰篇文咧，就係港大一位前，即係好耐以前啦，即係嗰個年代嘅港大嘅即係法律系嘅。咁啊，佢律師嚟嘅，咁佢話聽過一個去到個廁所，同個廁所工傾偈，咁個廁所工咧就同佢講：哇，好溫暖啊！工聯會係反對外傭。哇！我自己睇完嗰篇文之後，覺得即係本地工人幾慘啊！要用咁樣嚟溫暖自己嘅心。其實本地工人遇到嘅問題同外傭而家居港權嘅問題根本都唔拉家嘅，喺度坦白講。第一，啲外傭係咪真係要入嚟香港？坦白講，我哋外傭工會最擔心一樣嘢咧，就係依單嘢整到最後咧，係要佢6年斷一次合約，佢哋仲弊。因為佢係想嚟香港打工，想揾錢翻鄉下。頭先慈講話啲咩香港原居民去咗英國做移民工，然後翻嚟攞丁屋㗎佢哋菲傭嗰啲冇㗎佢哋咧辛苦做嘢冇得翻鄉下攞丁屋嘅。咁其實你成件事本身就係、香港工人本身，我最痛心一樣嘢咧，就係、佢自己我承認一樣嘢，我哋係好冇安全感。我哋好冇安全感，我哋唔需要係要煽動排外情緒嚟加強我自己嘅安全感啊！匯豐炒3000，一裁3000，一個賺緊1000幾億嘅裁3000，我哋唔去話匯豐，佢哋就係令到我哋冇金融，即係成個冇安全感嘅問題。金融霸權之下，根本成個香港所有啲經濟體系、實質經濟都俾排擠晒。你唔係炒股票，你唔係炒地產，你唔係炒樓咧，你辛苦即係真係辛苦去勞動嗰啲咧，甚至係中小企老闆咧，你都係唔掂嘅，因為喺個金融霸權，你啲租金已經殺晒你啦。我哋唔去講嗰啲問題。我哋揾個最容易恰嘅去恰，冇聲出過去恰，即係我覺得我係好反感。其實咧，我哋嗰時職工盟話外傭要立喺最低工資，我哋都已經好大困難咧，好多人話唔得。但其實外傭立最低工資，我哋都講月薪納入，都唔係同你計28蚊時薪乘16個鐘，乘24個鐘，因為我哋知道根本香港社會係冇得接受。但係我哋話起碼
你都俾佢納入個最低工資納入個法例裏邊，用月薪去計，起碼第日將來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去睇最低工資應該係28蚊定30蚊定33蚊嘅時候，可以睇埋外傭係應該3600蚊定4000蚊定4500蚊咧。如果外傭攞4000蚊有咩咁大不了？4500蚊有咁咩大不了咧？對佢哋嘅生活係可以改善下，佢哋真係付出咁多，點解我哋對佢哋咁樣？但係工聯會喺個選舉單張嗰度話，一個工會啊喺個選舉單張度話，外傭嘅人工暴漲，中產階級大鑊。即係我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如果真正嘅中產階級係咪真係緊張過500蚊啊？咁有啲人話喂，有啲好慘嘅外傭僱主，好慘嘅外傭僱主就根本唔應該請一個更加慘嘅外傭，根本政府係有個責任喺度，政府自己冇做好護老托兒嘅服務，然後要將成個責任轉嫁俾個外傭同個僱主嘅矛盾，即係咁樣合唔合理呢？咁所以我第一樣我想講嘅就係。香港工人本身，本地工人冇安全感嘅問題，唔好揾實嘅嗰啲外傭，根本佢哋都入唔到嚟香港。就算俾佢申請，我哋職工咪話你咪俾申請咯。而家我哋拗緊嘅法律觀點係，只話係個申請權啫嘛。即係話佢當佢通常居港7年嗰度過咗啦，你仲要過好多關㗎，仲要過話你有冇獨立居所，你家庭成員喺邊，你有冇錢足夠，你以為咁容易㗎？真係好艱難㗎，要有錢。